怎么搞的？有人！兄弟，停一下，兄弟，行，这点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快把我扶起来！爸，摔哪儿了吗？摔哪儿了？快打电话去！对。爸，摔哪儿了？摔疼了吗？没事吧？你问我哪疼？喂，你好，120吧？哎，我们家有个老人被摔了，有个老人摔了。哪疼了？往前面，又出来了！快点！轻点！前面展开，让他上好。看他来吧！慢点！快让开！哎，一会儿到医院来电话啊！知道，快来！爸，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啊！别着急啊，梦妮，没事。大夫，他没事吧？至少会有轻微的脑震荡。你跟我去办手续吧。二哥，梦妮，过来。孟叔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呢，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打过电话了，给孟叔找到最好的医生啊。谢谢。我有时候真觉得，你们俩是上天派来帮我的。不是吧？应该是一鸣派过来的吧？对呀，我也是。是啊，他让你俩照顾我，可他知道吗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他当然知道。他出去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一切。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我都懂。可特别是这种时候，我只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，就够了。一鸣，你干嘛呀？躺着别动，别动。头疼不疼啊？喝不喝水啊？红姐啊，睡多久了？ 4、5个小时吧。
手机。哦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粥，然后吃完粥呢，把药吃了，好不好？啊。你别乱动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燕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打那么多个电话？找我有事啊？现在没事了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燕儿，我跟老大说。老大，没什么事儿。我摔着了，然后给梦妮吓坏了，就给你打，现在没事了。小子，去医院看看没啊？看了，放心吧。行，好吧。这件事啊，先别让刘云知道，免得他担心。放心吧。妮儿，这毛巾拿哪条啊？啊，你就拿这条吧。那我2条都拿着吧。行。对了，妮儿，孟叔现在住院了，我在这儿住着不太方便。下午我找好房子，这2天就搬出去了。你就别给我添事儿了，行不行？最近因为我爸的事儿，没工夫理你。你呀，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，等我爸出院以后，我不是还得让你帮我照顾他吗？也行。最近你跟一鸣联系多吗？不多啊，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他挺少打电话的，给他打他也听不到，回过来也就急急忙忙说几句就挂了。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老大在拍戏、工作，漏接电话太正常了，别瞎想啊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担心吗？本来这段时间还想去看看他，可我爸住院了，也去不成了。你待会儿把那个水果都带着啊。好。这么急呀？啊，说出差马上就要走。对。妈，关海虽然是经理，可是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。是啊，打工嘛。我还想着什么时候见见你父母，说说你跟冰冰的事儿呢。什么时候回来？目前的时间还不太好说，得看那边的客户需求才能定。也行，男人嘛，总是要以事业为重的。现在苦点儿，等以后有了钱就能享福了。妈，你别唠唠叨叨的。关海，你是不是得回去收拾行李了？是的，阿姨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然后等我回来再看你。好，好，行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好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那我不送你了啊。好。哎，一个人在外面出差，多注意身体，按时吃饭，随时给冰冰打个电话。男人嘛，主动些。好，放心，阿姨。那我走了。好。这个没心没肺的，就知道吃。关经理都要出差去了，你也不送他。哪天我看他被拐跑了，你怎么办？就他能被人，没人要。人不可貌相，
那天送我们那个司机，长得挺帅气的，成熟稳重，可他到底还是个司机。还有你们剧院的那个台柱子，混了半天不还只是个……你看这小乖，怎么看都不像能成大事的人，可人家就成大事了。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回去吧，孟妮儿，回去吧，没事，我自己打车就走了。怎么了？谢谢你啊，帮我去看一鸣。这钱也不多，带上路上用。不是孟妮同学，你恶心我是不是？是啊。哪有我出去旅游你出旅费的？你不是挣的也不多吗？其实这次呀，我花的也是一鸣哥的钱。上次我找他拍广告，1万块钱的劳务他非分了我5000。好了，放心吧，见到你的一鸣哥会给你打电话的。走了，拜拜。回去吧。给你打听个人。谁呀？演员刘一鸣。演什么呢？演什么我不太清楚。哦，那我真帮不了你了，你去别的剧组看一下吧。哦，行，好，谢了啊。哎，没事。假的呀。演戏的时候一定要放松，一定要放开了去演，是不是？把词儿你看熟悉熟悉，啊，再看看，你那边词儿没问题了吧？啊，行，没问题就好。啊，那这么着，你们先准备准备，那你们先忙去吧。啊，哎，你快，换衣服，那边等。不，大哥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演戏的，啊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。您是？哎，我是演员副导演。我给你打听个演员，叫刘一鸣。啊，刘一鸣啊，熟悉刘一鸣。啊，你说的是那个替身吧？不是替身，是演员。演员吗？不对，刘一鸣在我们这个剧组他就是一替身，不过他的戏已经杀青了。这样，你去那边有一组，你去那边问问啊。行，谢了啊，哥。没事。哎，咱们那边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行，那个问一下啊，你认识刘一鸣吗？认识啊。他是不是在民组拍戏啊？他就2天戏，拍早走了。哦，走了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您去那组看看吧啊！快点，抓紧时间，走了，上车。谢了啊。转场了。哥们儿。哎，又是你啊！哎，那啥，你们先忙去。还得麻烦你一下，问一下啊，你说这附近还有别的剧组吗？哎呀，我们这儿的剧组太多了，
你说的这个刘一鸣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在这儿啊，什么群众啊、特约呀、死尸呀，他什么都演。死尸也演？对对对，他是挣钱啊，什么活都接。你要是实在找不到他的话，这样你去找红姐吧，你问问红姐。红对对，这个红姐是咱们这个影视基地的这个演员工会负责人，然后刘一鸣的工作应该就是由红姐来安排。哎，你看没？从那儿出去以后，门口有一办公室，红姐可能应该在那边。谢了，哥们儿，谢了。哎，没事，非常感谢啊。喂，关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丁儿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你知道老大在哪个组拍戏吗？他没告诉我他拍什么戏。哎，你别的剧组都问了吗？人家知道老大，但是呢，说他在好多组都干过，而且他的戏都杀青了。很多个剧组，他没说过呀。谁啊？一鸣。关海，他去找一鸣，找不着人。我正找他呢。你等等。关海，啊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客户的事儿，对。关海，你在那个影视基地吗？啊，我在，二哥。不是你刚才说帮我联系什么客户？没有，那个不是关键。你们之前可能不大了解一鸣，一鸣这些年在北京混的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。我说呢，二哥，我来到这边一打听，我才觉得有点不对。千万别说漏了，一鸣不想让你担心。您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先别挂，我还没说完话呢。他去找一鸣了，找到了给你回电话。真的吗？关海真这么说的？当然了，走，看看梦主。大哥呀，大哥，太不仗义了。爹来啦！哎哥呀！好香。我要这个肉多多。怎么那么麻烦呀你？哎呀，张大公子可是吃惯大餐的人，吃我的面不容易呀。吃爱堵不住你的嘴。你吃不吃这我做的？我吃。吃也别说话啊。看你吃。你像我妈一样。你说谁像你妈？哦，我是说这面做的像我妈做的一样那么好吃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关海今天下午跟你说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没有吗？是吗？哦，我今天下午啊，去给关海介绍了一个客户，他是制药厂的一个董事，当时不是在医院嘛，所以要谨慎一点。真的吗？这有什么好骗你的？你吃不吃？我吃。随着影视工业的飞速发展，在拍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片场事故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近日，我栏目前方记者在南方影视基地的一个剧组探班的时候，就亲眼目睹了一起片场事故的发生。请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详细报道。各位观众，这位受伤演员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据说是剧组在影视基地找的一名群众演员，而剧组方面也表示一定会对这位群众演员的健康负责到底。一鸣哥，你好。哦，你找谁？哦，你新来的演员吧？来，
请问红姐在吗？啊，我就是啊。啊，您就是红姐是吧？我是来找刘一鸣的。是啊，人缘好呗。想你男朋友现在这么火呢，一部戏接一部戏的，下边还有3部戏等着我。那个钱我让红姐给你汇过去了。喂，关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老大还没收工呢。是吗？你放心吧，等我见到他，让他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。早点睡吧，啊！我睡不着。关海，你方便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？方便，方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。关海，你不是说冰冰和他妈想要的，你永远都给不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这么拼命？值得吗？因为我爱他呀。不管他和他的家人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尽力去做。还有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为了不让自己爱的女人去受委屈，只好自己辛苦一些。就算赔上性命也无所谓吗？就算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好了，见到大哥我会让他给你打电话的，早点睡吧，别瞎想了。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表白，相信一个你怎么来了？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！红姐都告诉我了。一鸣，你也别怪我，关海都来了，你说我还能瞒得住他吗？坐吧。那你俩先聊着，我去问问医生，咱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哎，不是我说你小子真行是不是？你来这儿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问你话呢。我说怎么样？我给他寄的钱够用了。行了，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自己啊？真他妈没用！
妮儿，光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他还好吗？见到了。一见面，老大就带我去喝酒，所以忘了给你打电话。我批评他了，他说以后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的，放心好了。那他现在在你身边吗？我想跟他说2句话。老爸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见光海太兴奋了，就没跟您汇报。你知道，我得让光海过来长长见识，不能让他以为这全世界只有秦兵那么一个好女人。那你自己没长长见识？妮儿，我相信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刘一鸣心中只有你梦妮一个人。我刘一鸣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身体，别太拼命了，我们钱够用了。我只是想让你早点回来。我也想你啊，我会尽快赶回去。你照顾好孟叔，然后在家吃好喝好玩好，乖乖的等我回去。我先去拿药了，快去忙。不许哭。妮妮，妮妮，怎么了？啊？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突然很想一鸣哥。看你哭的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见到一鸣哥了吗？见到了，都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大让我给你带了点东西。什么呀？啊，交给你了啊。妮儿，这里呢有3万块钱，我又接了几个戏，回家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一点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有戏拍总比没戏拍要好。等这几部戏拍完了之后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爱你，一鸣。什么东西那么香？怎么？他还是不舍得回来是吧？不是，罗尼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大在那边行情特别好，特别的火。我跟他拍了2场戏，现场所有的人都特别佩服他，而且晚上收了工他都闲不住，导演、主演个个争着抢着请他吃饭。跟你说实话，
要不是我为了上班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说什么出去拍戏是因为我跟我爸，他根本就是找借口，他根本就是在这儿待不住。他以为拿点钱回来就可以安心的去逍遥了。他不想照顾我跟我爸，他就直说，他找什么借口啊？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担当的男人，我现在看他就是一个逃兵，他根本就是逃避。够了，什么逃避，什么逃兵，老大命都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梦妮，你根本不知道老大为了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，为了挣钱，为了片酬，为了那点红包，他什么样的角色都接，什么有词儿的没词儿的，5行替身，还有什么怪物特效，露脸的不露脸的，还有死人。死人你知道吗？死人啊！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说，也许没有我，一鸣哥就不用这么大压力，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压力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，要不然盖得再好的房子，最终都会垮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我该怎么办呀？也许离开他，才是真的爱他。爸，来，再喝一口。老大，那个钱和信都交给孟妮了，她挺高兴，挺高兴。那就好。可是他怎么也没给我回电话呀？是吗？可能他生你气了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是照你跟我说的那样跟他说的。我说的都是那儿有多好，有多好。可能他觉得你不回来是贪玩吧。我知道，可是让他生气，总比让他失望强。兄弟，谢谢你了。客气。挂了啊。以后你俩的事儿我才不管呢，谁也别给我打电话。我以后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，一分一秒都不离开你。你永远和我在一起，好吗？马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那谁也不离开谁。关海，回来了吗？二哥，我今天回来的。出事儿了。什么？我今天一进门就被孟妮激得，我把老大的情况全给说出来了。然后孟妮哭了一大场。本来我以为她哭了就没事了，她说她去医院，可是天都黑了她还没回来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我跟冰冰现在正找着呢，怎么办？这样啊，我们分头去找。行。爸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好。你慢点啊。哎。哎，儿子这是干嘛呢？接了电话就出去了呗。
关海，对，找到蒙妮了。啊，你们不用过来了。好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放心。好。妮妮，刘一鸣那边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提他？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刘一鸣了。我不想听，你也别说了。如果你真想说的话，那就让我们想想跟他在一起开心的事儿。开心的事儿。好，开心的事儿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你和刘一鸣刚刚交往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带你来见我，非逼着我叫你大嫂。我当然记得，你当时非不叫，说什么我比你们小那么多，跟一鸣就差2个月，说对你不公平，吃亏了。我跟你讲，那小子啊，就喜欢强人所难。他后来啊，告诉我，说你一直在抱怨谈的是3人的恋爱，说什么不管到了哪儿，只要有你就会有他，有他就会有我。那本来就是呀，本来有他的时候就有你呀。哎呦，你自己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？这简直一个超级大电灯泡。哎，那还有呢？刘一鸣要走的时候，让我帮他照顾你，结果你当时看我那眼神极其的哀怨，搞得像我给你们2个拆散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还别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次啊，我还以为他走之前会有一个可浪漫的2人世界了，谁知道他见了我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走，咱们去找张志恒去。哎，你说我能不恨你吗？我就觉得啊，你就是一标准的第三者，还整天理直气壮。哎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我知道了，怪不得你每次看到我都阴阳怪气的呢啊！想通了，哎，还喝？不烦。现在还恨吗？想恨来着，但是恨不起来。这4年来，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，又像骑士，又像天使。还天使呢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过生日，我大半夜的去给你送生日礼物，你一打开门看到是我，那开心的样就瞬间就变成看到阶级敌人一样。那还不是因为一鸣，他说会给我一个惊喜，我还以为我生日的时候会见到他呢。我那天连课都没上，就在家等啊等啊，谁知道一开门竟然是你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我怎么了？那我也是刘一鸣打电话让我来的，说什么哎呀我实在走不开，麻烦您了，怎么？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那当然，那礼物都是一鸣之前给我准备好的。是啊，一个带摄像头的笔记本电脑。来。张志恒，你喜欢我吗？谁听过你爱过我，牵连太多的错，感情已太过，却反复上演错过的结果。谁领悟爱的执着，
享受这一刻无声。我妈还不知道你回来了，我劝你这段时间还是别出现在我妈面前比较好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出差回来啊？我现在也不知道呢，除非有更好的办法。你说我怎么那么没用啊？老大再三嘱咐我，让我别说漏了，别说漏了。我可好，一回来这事儿也不全怪你啊。早点回去休息吧啊。承诺该如何结果？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。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。你喜欢我吗？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日恒，我还以为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呢。妮妮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昨天我不能答应你，因为这句话应该由男人来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4年来，我为你做的一切，除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深爱以外，没有任何解释。昨天我不能答应你，是因为我怕对不起一鸣。可是不答应，我觉得我会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自己。妮妮，答应我吧。让我看看，没错，是你，就是你，占据了我4年的青春时光和我全部的身心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。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你急着找我干嘛呀？我骗我妈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我看见张之恒抱着梦妮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你说，我大哥为这样的朋友两肋插刀，可他张之恒呢，为了个女人插兄弟2刀。在哪儿啊？在梦妮家。张之恒抱着梦妮。
你笑什么呀？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人家2个人在家里头，那就是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那刘一鸣呢？我大哥刘一鸣算什么？要是以后的话，那就是前男友呗。我说秦兵啊，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呢？刘一鸣在北京拼死拼活的为了谁啊？还不为了孟妮吗？可孟妮呢，在家里勾引自己男人的兄弟，这不成了潘金莲了吗？我没有是非观念，什么叫潘金莲啊？我觉得是人家孟妮命好。再说我没觉得张志恒哪做的错呀？什么叫趁人之危啊？人家现在叫勇于担任起责任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是偷换概念，他们俩这就叫偷情，偷情不叫爱情。偷情？你懂什么叫爱情吗？我们俩之间有爱情吧？你在我妈面前骗来骗去干嘛呀？我们俩之间有爱情，在朋友这个人那个人，瞒什么呀？躲什么呀？我还告诉你，关海，你懂什么叫爱情啊？爱情就跟奢侈品一样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。再说了，这个时候他们俩分手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解脱。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有些意外，可是我已经喜欢孟妮很多年了，之前一直不敢想，直到昨天我有机会和她深聊了一次，我才发现她对我也是有感觉的。我不同意，我相信你爸爸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为什么呀，妈？你也很清楚，刘一鸣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对你的教育就是不能夺人所爱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为了这种事伤害了你和刘一鸣之间的友谊。就算他们两人出了问题，你也不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呀。以前我并不讨厌孟妮儿，可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倒是要重新认识一下，在这种时候离开刘一鸣，跟你好，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。妈，孟妮她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您说的对，理论上都对，可是生活它并不是理论啊。如果爱情可以用理论来衡量的话，那就不是爱情了。你和爸也都年轻过，一定也都知道，人在没有遇到爱情的时候，谁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。可是你一旦遇到了爱情，爱情里酸甜苦辣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理由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和其他的父母不一样，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，就算是暂时的不理解，我也相信你们会给我足够的包容。我想你们能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自己去体会，去感受。这么多年，我的心里一直只喜欢孟妮一个人。之所以一直没有谈女朋友，我到昨天才想清楚，也是因为孟妮的原因。好吧，谈恋爱我不管你，至于将来和谁结婚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你也行，不累。是哪儿来的？你把这些做着了，你知不知道皇上哪一看都不善后。这小子演的挺有点意思啊。石阿姨，哎，大海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挺好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老大他们剧组回来。孟妮他爸住院了，剩他一个人在家。我要在这儿住着的话，不是特别方便。大海啊，你笨呐，住家来呀？是啊，住家里边来，那床啊还没拆呢。是吗？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哎呦，你看你这孩子有什么不方便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行李呢？你行李呢？我带着呢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。哎，大海，你小子动心眼儿啊！哎，小关，我问你，你说一鸣在那儿拍戏累不累？身体怎么样？辛苦不辛苦呀？
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玩得好。要不是我要上班，我都想在那儿陪着他，真的。是吗？嗯。哎呦，这以前的一鸣啊，说这个在剧组吃得好，喝得好，我这心里边还犯嘀咕呢。今天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就踏实了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先上去放行李啊。你自己找一找啊。哎。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模特秦斌。他基本上属于百变，什么样的类型都适合他。Peter 哥，我刚才表现还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那我先去休息一下。你去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第二个去给你想个包。谢小姐，请回部。我刚看完这组片子，非常满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能请您吃个饭吗？实在抱歉，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吃饭，对不起。那我就不勉强了。如果有机会再见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不算是陌生人了。你真的不吃啊？我得保持体重。挺好的。哎，听说公司最近来了一批高手，是我今天看见那些吗？你看见高手了？我就看见一个。你怎么没戴戒指啊？我哪敢戴呀？万一被我妈看着怎么办？咱妈什么时候回去？其实吧，我妈是一个特有开拓精神的女人。停，什么意思？我妈要在这儿开个店。你妈怎么这么多想法啊？我妈是挺多想法，还有挺多理由呢。反正就是一条，她女儿没混出来，不好意思回去。他老人家最近问我了吗？问了，我说你出去办公了。好，老板，来份炒饭。拿炒饭出气啊？哥高兴。我们经理说年终给我封了一个大红包。真的？因为我促成了公司还有张之恒还有江天威之间的合作。江天威，我今儿还见着他，应该特有实力吧？太有实力了，我自己干了2斤白酒才把他拿下的。以后酒少喝点，红包就多拿点。拿了红包给你买一个大钻戒。不要，攒钱。媳妇儿真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你是客。就算是客人，也认识这么久了，不必客气。坐。要不要一起出去吃点东西？我在医院吃过了。陪我去呢？算了，能看得出今天你挺累的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。那件事情，你还没有告诉一鸣吧？我觉得还是我说比较好。让我说吧。宁宁，你好久都没出去走走了吧？最近孟叔叔那边没什么大事儿，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出去散散心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
你接电话吧，我先回去了，早点休息。一鸣哥，宁儿，怎么这么半天才接啊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杀青了，这回我真的杀青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我是怕你工作忙耽误你。要不这样，宁儿，用不了几个小时了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到了以后，等你见到我面儿，你使劲往我身上撒火，好不好？我没事儿。你没事儿，那孟叔呢？都好。行，反正不管怎么着，等我回去，再苦再难，咱们俩一起挺过来。咱们一起照顾孟叔，啊？嗯，好。回家以后好好休息，别再这么拼命了，知道吗？放心吧。还有啊，演员呢最重要的是口碑，以后啊你要敢再这么混，不用别人，红姐就把你给灭了。遵命，红姐，我一定不会了。挣了钱呢，别自己乱花，给父母买点东西回去。我已经买过了。红姐，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知道跟您的照顾相比较，这点钱有点拿不出手，但是您还是收下。行，红姐收着。有你这句话呀，什么都有了。对不起，一鸣。虽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想再拖累你，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必须要去面对。当着你的面，把我们4年来的一切美丽都打个粉碎。我的选择看起来是这么不堪，这么不道德。现在的你依然在对我笑着，可我感受到的却不再是甜蜜和幸福，而是深深的罪恶感。好兄弟，我老爸、老妈，还有我们家妮儿，就交给你了。这4年来，你一直对我细心的照顾，除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打心眼里的喜欢，其他的我找不到任何理由。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其实，所有冠冕堂皇的话，都是说给别人听的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我知道，梦妮她不讨厌我，但我也知道，梦妮绝没有像爱你一样的爱我。但是，这样的时候，我无法不对梦妮做出回应，即使在你面前成为了个罪人。一鸣，对不起，不是因为我有钱，而是我真的爱她。
东西拿着，路上吃。嗨，不用了，这坐飞机很快就到了，又不是坐火车。拿着吧，挣的钱别乱花，知道吗？放心吧。那行吧，你这么多东西，下车的时候别忘了。嗯。我那个剧组还有点事，车等我呢，我走了啊。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到家给姐来个信儿啊。红姐，保重。姐会想你的，拜拜。小心点啊。